歡迎大家收睇 East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，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三星 Galaxy S25Edge 全規格曝光，預定5月13號登場。三星新一代旗艦手機 Galaxy S25Edge 即將問世，繼日前傳出喺5月13號正式發表之後，近日喺網上更加流出完整規格、官方渲染圖同歐洲售價資訊，幾乎揭露所有細節。根據最新嘅傳聞資訊，Galaxy S25Edge 喺德國市場嘅建議售價256GB 版本1249歐元，512GB 版本係1369歐元。市場定位介於 S25 Plus 同埋 S25 Ultra 兩款旗艦機之間。S25Edge 將會提供3種鈦金屬色系，包括 Titanium Jetback、Titanium Icy Blue 同埋 Titanium Silver。機身設計延續簡潔利落風格。外觀質感有好明顯嘅提升，搭載2億主像素鏡頭，新機採用6.7寸 AMOLED 螢幕，解析度去到1440×3120，支援120Hz 更新率同螢幕下嘅超音波指紋辨識。正面玻璃採用 Corning Gorilla Glass Ceramic 2，而背面就使用 Gorilla Glass Victus 2，再搭配埋鈦金屬邊框，整機厚度淨得 5.85mm， 重量僅為163g。成為歷來最輕薄嘅 Galaxy 旗艦之一。核心規格部分 ，Galaxy S25Edge 搭載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處理器，搭配12GB 記憶體，主鏡頭係2億像素，1.7光圈 OSI 防手震，搭配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，就連前鏡頭都同樣係1200萬像素。系統預裝 Android 15，搭配最新嘅 One UI 7界面。仍然保留無線插電同埋 IP68 防水。為咗追求輕薄手感 ，Galaxy S25Edge 電池容量淨得3900mAh， 係 S25 系列入面最細嘅。不過依然支援無線插電同埋 IP68 防水防塵等等嘅完整旗艦功能。根據傳言，呢一部機將會喺5月13號正式發表，並且預計喺5月23號先行喺中國同埋韓國開賣，月底會陸續拓展到其他嘅市場。